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1月2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师。这个周末跟胡适相关的正在遭到热炒的一条消息，就是一个量化基金幻方推出来的一个模型，叫 DeepSeek。这个模型咱们以前也介绍过。如果你把它理解成一个割韭菜的工具也可以，但是现在在网上它是遭到了热炒。当然了，幻方的这个创始人呢，前几天被一个非常高规格的会议参加了。这个恐怕跟这个有关系周末突然各大媒体都在介绍宣传这个幻方的这个经济日报发表评论说 DeepSeek 成功证明大模型创新不一定要依赖最先进的硬件，而是可以通过聪明的工程设计和高效的训练方法实现。这种技术突破不仅降低了 AI 大模型的硬件门槛和能源消耗，更重要的是 AI 技术普惠化铺平了道路。因为更小的模型意味着更低的部署成本、更快的响应速度和更广泛的应用场景。在医疗、教育、制造等诸多领域，轻量级 AI 模型都带来革命性的转变。经济日报说大模型深受路更宽。这个幻方的这个模型据说它的这个一次训练的成本只有 ChatGPT 的1/10。当然了，如果只是国内在吹你比如说这个周鸿祎也是在不遗余力的在吹这个幻方的模型。那你可以说咱们是自吹自擂但是这个海外的媒体还有海外的科技圈似乎也是坐不住了，有点炸锅这个Meta 的这个创始人扎克伯格他表示这个幻方的模型非常先进，不过说如果你问他关于敏感话题的任何负面观点，他都不会给出答案。所以我觉得这就能看出我们应该希望美国的模型能赢，因为这是一场巨大的地缘政治竞争，而大国正在全力冲刺。我们应当支持美国的公司，支持美国的标准获胜。如果将来有一个开源模型能被全世界广泛使用，我们肯定希望它是一个美国模型。如果美国政府能够更多的支持美国公司，而不是在美国环节都拖后腿，那就更好了。美国科技行业现在确实是领先的，所以政府偶尔添点麻烦，美国科技行业也许依然能保持领先。但是我觉得政府很容易把这种领先地位当成理所当然的事。他说实际上这是一种差距很小的竞争，我们需要支持。政府不能成为阻碍我们实现目标的力量，而是应该帮助我们。也就是扎克伯格认为在人工智能这块中美的差距非常小。还有谷歌的总裁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特朗普前几天不是跟那个软银的孙正义还有几个人宣布要搞5000亿美金发展 AI， 但是特朗普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遭到了2位巨头的这个质疑。一个就是谷歌的总裁，这个谷歌总裁兼首席投资官波拉特表示美国根本无法保证在 AI 的竞争中一直领先中国。1月21日，波拉特接受美媒采访时说我们模型可能领先1年多，但在所谓的技术能力扩散方面，中国与美国不相上下，甚至可能略胜一筹。这个马斯克更是直接一针见血地说出所谓的这个星际这门计划不过是个骗局说他们根本就没有钱，连100亿美金都没有，还要投5000亿美金。从这个中美很多科技界人士他的表态来看，然后这个周末突然无论是科技界还是投资界，似乎一夜之间都在谈 DeepSeek， 也就是幻方的这个 AI 模型。再加上美方这些科技界大佬的这个衬托就感觉咱们这个 AI突然一步领先别的不说了我想对资本市场来说，那明天一开盘，这个 DeepSeek 这个相关概念股恐怕有一波要上涨。当然能持续多长时间这个不好说，甚至会引领人工智能板块的上涨。能涨多少这个也是看缘分这么整齐划一的在宣传幻方的量化，我想不是巧合，也这是个人推测大家还记得吧？这个美国的叫贸易代表还是财长去年还是前年
访华的时候啊，突然华为对吧就紧急推出了一款手机，华为自己的芯片，大家想想有没有印象？但是我们也认为这个非常蹊跷，为什么这么干呢？那个无非就是想证明我虽然在你的制裁之下，但是我依然搞出了芯片，就问你服不服？那现在呢，给人感觉啊，又是异曲同工之妙啊，就是故伎重演，在某个特定时刻突然，我们宣布啊，我们这个 AI 模型更先进，你不是制裁吗？对吧？各种科技的高性能的芯片不让出口，各种校院高墙，但是我们的人工智能依然取得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成果。就我在想啊，这恐怕有这方面的意思在里面。不过我要把话说回来啊，就是我以前节目里面一直说啊，你在创新这一块我们似乎不足，但是在应用这个层面啊，那我们是有优势的，这个不能否认的。你从这个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对吧？从现在很多应用程序来看，它都是我们从这个尤其是美国，对吧？山寨来的，或者这些你要穿透下去，追根结底啊，它都是从美国来的。但是你不能否认，在我们这发展的更好。你比如支付，支付就是这最早是马斯克搞的，后来马云搞了个淘宝，里面支付宝。你看看美国的支付搞成什么样，到哪儿还是离不开信用卡。但是咱们这儿连老头老太太出门就带个手机，对吧？你从应用层面来说，确实我们走在前列啊。你比如说这个二维码是日本人发明的，但是你看我们用的是不亦乐乎的，连卖菜的小贩，连乞丐都搞个二维码。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啊。你比如说视频流媒体，这玩意儿都是从美国搞来的。但是现在你看看什么短视频，比如抖音、TikTok、小红书这些东西，咱们是不是比美国的这个 Facebook 啊，对吧？其他的社交媒体是不是发展的更受众更多啊？要不然也不会有什么抖音难民啊，什么洋务运动啊。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应用的层面啊，那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独到之处啊。至少我们会搞场景。你看这个 OpenAI 在搞这个 ChatGPT 4，人工智能很高大上，但是你说在场景应用这一块，你就没有换方人家搞得好，人家直接就是可以上来割韭菜了。仔细想一想啊，如果中美在这方面联手的话，实际上是行业之福啊，是这个产业的福音，对吧？美国人他创新，但是在应用这一块走得慢，那我们创新这块是跛腿，但是我们应用这一块发现商机这块又比较领先。所以如果大家好好的结合的话，实际上是对无论是对产业啊，对人类那都是好事啊。如果人为的割断，对吧？搞小院高墙，实际上这个是不利于整个技术发展，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总之啊，明天这个换方概念股，这个人工智能概念股恐怕就要来一波，这个一定是背后有推手啊。那么有了换方的这个叫 DeepSeek 这个模型，现在正需要啊，那它现在地位跟华为是一样的，是代表了咱们民族品牌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融消费者天天喊着要把那个量化给它干掉，禁止量化这个交易，看着这个算盘要落空了啊。咱们不仅要保留量化，恐怕还要大力发展呢，对吧？那金融消费者你就自己掂量，你是在跟谁博弈呢？咱们这个胡适啊，我一直说它是个零和博弈，它不仅是个零和博弈，它甚至是个负的，因为有人在里面抽水啊，有印花税，有这个 IPO 抽走资金，还有大股东减持抽走资金，它是个负的博弈。那你说人家用的是人工智能，你用的是什么工具呢？对吧？只要它是个零和博弈，你就别想着赚钱啊。散户啊，金融消费者在胡适赚钱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走慢牛。我们胡适啊，对吧？有国家队，有社保基金，这个是不能赔钱的，必须要赚钱，所以你得把它先喂饱。这个本身啊，金融消费者就得要做出努力，就得要付出。完了这些游资还得刮你一刀。完了像这样的量化基金，人家拿着人工智能，对吧？来割点韭菜，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所以在这个大环境下，你说金融消费者怎么可能赚到钱？你要如果能赚到钱的，纯粹是运气，走了狗屎运。但是你要想保住你的利润，那是非常难的。只要你不离开赌场，你总有一天会倾家荡产，你总有一天会把你赚的钱原封不动的送回去，还要加上利息。最近啊，这个资深的财经评论员董少鹏啊，他发文表示啊，很多投资者认为中国股市不应该允许做空，都希望董少鹏啊说明确反对做空，让他出来啊呼吁反对做空。不就现在很多财经专家不是反对做空吗？这个董少鹏认为啊，任何卖出行为都属于做空，做空只要有依据，自主决策都是可以的，任何人都不能只属自己卖，不属别人卖。大家谴责的做空，其
其实是合谋套取市场利益或者其他投资者利益的行为，这是违法犯罪行为，必须依法惩处。所以笼统的呼吁取消做空是错误的，甚至是误导，还是呼吁落实三公更准确。不但违法卖不行，违法买也不行。这是财经评论员董少鹏他的评论，我认为说的是对的。一个市场只能做多不能做空，这是个伪命题啊。如果说只能做多不能做空，那就是只能买不能卖，你只能买完这个不能卖，对吧？没有卖出这个选项，你的软件交易系统，对吧？或者交易软件上面就没有卖出这一栏，你只有买入，对吧？只有从银行往你的证券账户转账，你从证券账户往银行转账这一栏没有，然后你转到这个证券账户之后，你只有买入这一个选项，没有卖出选项。你说我把我的股票卖出，没这个选项，你这才叫做多。否则你说你卖出，你说我持有这股票2年了，我现在卖出，那你就是做空，卖出就是做空啊。所以说为什么有人还有专家在提这些不合理的要求呢？纯粹就是赌徒输红了眼，失去理智本来这个市场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大家来用，实际上是一种博弈，是平衡。做空是什么呢？做空是针对那些业绩造假，那些什么炒概念明明他是个卖鞋子的企业，他非说他是算力企业，对吧？提供算力的，你说这叫哪跟哪？你说他明明是卖生发水的，他非说他是人工智能，对吧？明明他是亏损，他说能做成盈利，那你这样的企业就遭到人家做空，你在造假。还有那些爆炒新股的，对吧？这个破股票比如说马可波罗，你这玩意儿一上市应该遭到抛弃，就没人买。你说这企业有什么用？你准备干啥？房地产本身就不行了，你说你烧瓷砖，准备卖给谁？你是卖出去了，你也收不回来钱。完了，你这行业又是叫夕阳行业，高污染、高能耗，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属于淘汰产能。就这样的企业它一上市，按理来说投资者、金融消费者拿脚投票才对，但根本就卖不出去。结果你看肯定炒到10倍以上，为什么呢？就是新股的发行机制导致它人为的造成稀缺，然后再一忽悠，这个时候就应该有做空力量出来，对这种盲目炒作无脑炒作是一种压制、遏制，对吧？你敢炒到10倍以上，我这借券商的或者借大股东的这个股票，我借出来卖完之后，我在底部再把它买回来再还股票，这就是做空你说这个制度本来是非常好的，就是为了抑制这个无脑炒新、炒垃圾股，结果这些工具都会被你停掉，这不就说明了这个一群赌徒输红了眼，然后他就要改规则，天天让赌场你赶紧改规则，你再不改我就输没了。哪知道一改他输的更多我们再看新浪财经报道说高盛、花旗大摩国际投行业绩解析，也就是这国际投行业绩都不错2024年全球市场融资活动回暖了，推动几大国际投行的投资银行和财富管理业务持续改善。高盛股票承销和债券承销净收入增幅40%以上，花旗投行业务增长约1%，摩根士丹利全年净利润增长45%左右。此外，贝莱德资管最新规模已高达11.6万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高盛的收入结构显示其业务向全球辐射的国际化程度继续深化，美洲收入近3年都在下滑，而亚太区的收入贡献相比去年有所提升，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进入2025年，全球融资和交易大概率持续活跃，不过通货膨胀和地缘政治依然是影响全球经济和投资银行的2大主要风险因素。这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这些国际市场上赫赫有名的大投行、大机构比如说高盛、花旗、大摩，2024年斩获颇多赚了很多钱，做了很多业务。但是我想即便是高盛、花旗、大摩，即便你在其他市场上砍瓜切菜收割，但是你到了胡市那也得老老实实甘拜下风，对吧？该交学费，对吧？该割肉你再厉害，你比得过我们社保基金吗？我们社保基金年化收益是11%，在胡市。所以这些声名显赫的国际机构到了胡市，那都是小学生对吧？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都得装孙子。先交够了学费再说，挨打要立正对吧？想在胡市赚钱那太难了，胡市赚钱胡市花一分别想带回家。2024年虽然我们的胡市谈了我想这些国际机构恐怕都没占到什么便宜。我们再看看发生在胡市治理的这个一个奇葩的事情。这个事情呢，可以说奇葩的不能再奇葩。为什么说奇葩呢？1月21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关于对汇宇制药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丁兆宇已通报批评的决定。董事长兼总经理那绝对的上市公司的核心人物，那
上交所为什么要批评他呢？原因很简单啊，1月1号公司曾经有一个公告啊，就是说这个董事长兼总经理丁肇先生啊，收到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个大家知道啊，证监局对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进行行政处罚，那交易所为什么又通报批评呢？因为很简单，不是这个董事长兼总经理本人呢干了什么坏事，而是因为这个董事长的父母干了个离奇的事情。他的父母啊，大概60、70岁的样子。根据这个四川局的调查啊，他的父母丁某、严某，2021年10月26日至2023年9月22日，分别使用本人证券账户合计买入汇宇制药股票142212股，成交金额2813000元。也就是儿子担着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父母啊用自己的账户买儿子所任职的公司的股票14万股，280多万金额。然后2022年4月25日至2023年11月1日，合计卖出汇宇制药股票142211股，成交金额2525000元。你看啊，买进是280多万，卖出只有250多万，股票都没了。这一买一卖亏了将近29万。作为上市公司董事长的父母啊，亏点钱不是大事，29万也不算多。但是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就违反了证券法。根据证券法的第44条，上市公司的董监高啊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就是近亲属啊，不能对其所任职的公司的股票进行短线交易。短线交易就是你今天买，6个月之内卖都叫短线。但是你如果今天买，持有2年、3年，这个没关系，就不能短线交易，而且还要报备。这个我是清楚的啊，因为我任上市公司的董监高的时候，你的亲属的状况，亲属有没有证券账户，亲属有没有买卖股票，都得报备啊，往交易所、往证监局都得本人的承诺，材料真实。那很显然啊，这个汇宇制药董事长的父母啊，那就违反了这个证券法，构成了短线交易。所以啊，这个四川局啊，就对这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进行处罚。怎么处罚呢？警告，处以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我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呢？首先啊，我倒不觉得他这个董事长会有什么机密信息啊泄露给他父母。如果要机密信息泄露给他父母，那不是他父母炒了还赔29万呢？那恐怕就是他父母啊私自啊，看自己儿子，对吧？这又是董事长又是总经理，对吧？这总觉得这公司应该没问题，来短线操作这只股票啊。但是啊，这也违法。第二个啊，说明这个汇宇制药的董事长他没有管好身边的人，就是你父母不懂法很正常，因为他也不是上市公司的董监高，他不需要知道。但是你是上市公司董监高，你就应该事先要告知近亲属，就是你已经在上市公司任职了，是董监高，是属于特殊人群，那么他们没有办法。你炒股票，你不要炒我任职的这家公司的股票，不要短线交易，不要买卖，你买了你不能卖。这个告知义务啊，这种监督义务是由上市公司的董监高自己完成，至少说明啊，这个汇宇制药的这个董事长、总经理啊，他没有管好自己身边的人，没有管好近亲属，所以这个董事长被罚、被警告、被通报批评，也是咎由自取啊。我记得这样的例子很多啊，咱们以前节目都介绍过。还有的是老公是董事长，然后老婆搞不清楚，对吧？老太太在那胡炒，虽然赔了钱，一样的还挨罚。这也说明咱们很多人实际上，无论他是董监高啊还是什么人，实际上法律意识非常淡薄啊。在他任职的时候啊，给交易所和证监会提交的那些文件，他们自己没有仔细去看，恐怕都是让秘书啊替他填的，最后他自己签个字就完了。就那些须知啊，那些告知啊，1、2、3、4、5、6、7、8、9、10，有好几页呢，你要认真去看，认真去填。我估计啊，他们没时间填，让秘书啊代劳一下。然后他也没有去参加交易所或者证监会的一些培训，证监会、交易所对董事长、对董秘是有专门的培训的。总之啊，说明这个咱们这个很多从业人员法律意识是非常淡薄的。最后我们再看胡锡进老师啊，这个胡锡进老师抓住了特朗普啊批评泽连斯基，说泽连斯基不是什么天使啊，泽连斯基啊就不应该跟俄罗斯打仗，你国家那么小，人家坦克3万多辆，然后俄罗斯乌克兰也是大平原，那个说那子弹啊打出去之后一直飞到撞到人为止，这都是啊特朗普说的。总之啊，那意思就是你泽连斯基不应该打仗。胡锡进老师抓住了这句话，欢欣鼓舞啊。在胡锡进老师的眼里啊，特朗普终于说了一句人话。特朗普在周四晚
晚间播出一次采访中表示，乌克兰不应该反击俄罗斯，这颠覆了西方社会迄今对泽连斯基表现的评价，他等于是挑战了西方对这场战争的定性。特朗普告诉福克斯的新闻，泽连斯基当时在与一个比自己大得多、强大得多的实体做斗争，他不应该这么做，因为我们本可以达成协议。特朗普说我本可以轻松达成这笔交易，但泽连斯基却决定我想战斗。不过白宫发言人当被记者问及特朗普认为乌克兰在俄罗斯发动入侵的时候应该如何应对，没有立即做出回应。乌克兰驻华盛顿大使馆也没有立刻回应媒体的置评请求。这个关于特朗普的这个言论，我在俄乌战争那个节目里面已经说过了。这特朗普他就是促和他是两边施压，乱拳打死老师吧。大家仔细看一看，这个特朗普是不是在两边 PUA 他首先是 PUA 普京，给普京写了一封劝降信，告诉你再打下去你俄罗斯就要崩溃了，你俄罗斯通战成这样子，你俄罗斯已经死了上百万人，你还扛得住吗？你错了。你看，先是 PUA 普京，完了之后马上他再 PUA 泽连斯基，这样让普京你看他心里得到一些平衡。不光骂我一个人泽连斯基他也骂了，你看普京心里也获得点安慰，完了骂了泽连斯基，说你想当英雄，你想当天才英雄天才只有一个人，你还差得远了，就这意思实际上这个特朗普 PUA 泽连斯基，那他在竞选之前就 PUA 泽连斯基了，说泽连斯基是乞丐。这个特朗普的这言论不足为奇他是他的一种风格，他两边压，说不定过2天他又两边开始戴高帽子，这边夸普京英明神武，那边夸泽连斯基聪明伶俐，对吧？就这个临危不惧，这都是他的手段，一会儿打压，一会儿夸一夸，一会儿给你戴个高帽子，玩的是一种平衡术。他说的话不能当真，对吧？1月20号一上任，他就美国退出世卫组织，迫不及待的签了个协议，心中的一口恶气就出来了。然后他签完之后就后悔了。那昨天是1月25号，他又说美国会择机再次加入世卫组织。你看看，他这整个的是一个精神病，他想怎么来怎么来，你拿他没办法，对吧？这也是美国人民的选择我先退出来再说。然后还没过5天他说找时间我还要加入，你们等着吧。所以说特朗普说什么其实不重要，就是听一听有意思。我以前就说了，这个特朗普当总统之后做媒体的反而沾光，因为你永远有话题你说那拜登你就没有话题，拜登当总统你除了说他打瞌睡，说他忘词儿是吧，说他在台上乱窜，你没什么好说的，要么就摔跤。你这特朗普你不用担心，你要想聊特朗普，他每天都有话题，自带流量的。所以胡锡进老师一看特朗普说批评泽连斯基，他马上就来劲了。是不是胡锡进老师也认为泽连斯基不应该抵抗投降？那你整个二战还打什么？那抗日还看什么呢？不都可以投降吗？何必呢？死那么多人投降不也一样的，有什么关系是吧？特朗普是个商人，见利忘义，所以胡锡进老师就感谢自己晚生了几十年他要是早生几十年，他跟加头老师一样，妥妥的是汉奸。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